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二講。上一次呢就講到，上一次呢就講發心菩提，係講到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今次呢就繼續講啦。復次，須菩提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呢一段開始呢，就屬於伏心菩提嘅。伏係降伏咁解，伏心菩提係降伏我哋嘅心。伏心菩提，印順導師喺《般若經講記》嗰度呢就有講，佢話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呢係講二度五菩提嘅。二度係乜嘢呢？就係修般若道、行方便道。經嘅前半部呢係講修般若道嘅，係菩薩點樣修般若道，佛教菩薩點樣修般若道。後半部呢就係行方便道，佛教菩薩點樣去行方便道。咁而全篇經呢係五個菩提，咁係發心菩提、伏心菩提、明心菩提、出道菩提同埋究竟菩提，係五菩提。咁發心菩提呢就剛剛講完啦，而家跟住呢就講伏心菩提啦。復次，須菩提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當菩薩行布施嘅時候，行六道嘅時候，佢係不住六境嘅，佢係唔滯住。佢係唔滯着六境，佢係唔會黏着六境嘅。咁六境呢，就係色聲香味觸法六境。咁布施呢，就有物質嘅布施、生命嘅布施、法布施三種嘅。而其中呢，係以呢個法布施呢係最殊勝嘅，得到嘅功德呢亦都係最大最多嘅。菩薩行於布施嘅時候呢，喺一切法之中呢，都應無所住嘅，係唔會黏着嘅。咁跟住呢，就再講啦。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佢話菩薩喺六度萬行之中，喺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之中，佢係唔會住喺六境嘅。佢唔會佢唔會黏着喺色聲香味觸法嗰度嘅。咁個心係應該住喺邊度啊？係住喺諸法實相之中，住喺不境空相之中。菩薩以般若行六道，念念都三輪體空。菩薩、眾生、滅道三者都皆空嘅，係冇分別心嘅。
見法法平等嘅，無緣大慈嘅，係無緣大慈嘅，同體大悲嘅。菩薩點解會冇分別心？點解能夠見法法平等呢？就係因為菩薩見自己嘅五蘊係緣起性空嘅，無實自性嘅，係不境空嘅。咁菩薩見眾生又點啊？眾生都係無實自性嘅，係緣起嘅，係性空嘅，係不境空嘅。嗱，咁樣菩薩自己本身見自己嘅五蘊係不境空嘅，見眾生係不境空嘅，咁樣嘅時候啊，點會有分別心呢？嗱，喺呢一個喺法性本身睇菩薩睇眾生咁樣嘅角度去睇，咁就冇分別心啦。所以就見法法平等，菩薩眾生係平等嘅。嗱，如果菩薩啊係咁樣見眾生見自己嘅話呢，咁樣佢就能夠不住上行六道噶啦。咁如果菩薩能夠不住上行六道嘅話呢，佢嘅福德係不可思量嘅，個福德係好大嘅。咁跟住又講啦喎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思量否？否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否啊？否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復如是，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咁佛咧就叫一聲須菩提啦。佢話啊，東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四方咯喎，然後跟住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，加埋上同埋下，係咪總共10方啊？10方嘅虛空可思量否啊？好啦，咁啊大家諗下啦，10方個空間係好大噶嘛，你搭飛機喺天空之中，你見到10方係好大好大噶嘛。如果係喺火箭上高，太空人見呢個宇宙啊，就更加好大好大，可以講無限咁大啦，係咪？好啦，第二就係諸法實相係無所有不可得，係不境空噶嘛。不境空有冇大啊？係不境空係無限咁大噶嘛，係無量咁大噶嘛。所以啊，福德就係好似虛空咁，係好廣大嘅，係不可思量嘅。嗱，繼續解下，菩薩喺三界六道之中做功夫噶嘛，係咪？佢所緣嘅對象係三界六道嘅眾生噶嘛。咁眾生啊係無量無數無邊咁多噶喎。咁菩薩啊，世世常行菩薩道噶嘛，以無量嘅心去度無量嘅眾生噶嘛。個因啊係無量嘅，咁個果係點啊？個果都係無量噶嘛。咁所以啊，菩薩嘅福德咧係不可思量嘅。菩薩所做嘅功德咧係無限咁多，係好大嘅。菩薩無住相布施咁樣去行六道。大般若經咁講，佢話一
切自自相應作意，大悲為上首，無所得為方便，與諸有情平等共有，迴向無上正等菩提。嗱，大般若經咧就話菩薩啊，行六度嘅時候咧，佢係要咁嘅，係一切自自相應作意，大悲為上首，無所得為方便，與諸有情平等共有，迴向無上正等菩提。咁即係話菩薩念念都同般若性空相應，同畢竟空相應。做事嘅時候一定係三輪體空嘅啦。咁菩薩啊，將功德係迴向法界，迴向無量嘅眾生。咁法界無量，所以功德係無量嘅。咁發心菩提嘅時候咧，菩薩初發心誓發願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如果菩薩係有住相布施，只係度嗰10個8個佢喜歡嘅人，喜歡嘅利根，或者係佢嘅親人，咁佢就只係得10個8個福德嘅啫，係有限有量嘅。復心菩提就唔同啦。呢個時候嘅菩薩，佢嘅心仍然係唔堅固嘅，可能會退失嘅。點樣降伏個心，令到佢能夠堅定呢？嗱，大般若經啊，初會就咁講嘅。佢話比於般若波羅蜜多，呢個比咧就即係菩薩啦嚇。嗰啲行呢個六度嘅菩薩咧，佢啊喺般若波羅蜜多嘅時候咧，或是樂聞，或是堅固，或是退失，其心輕動，進退非行。咁就知道啊，嗰啲菩薩咧行六度嘅時候咧，佢咧個心係唔堅固嘅，可能會退失嘅，可能會浮動嘅，可能咧進退咧係唔會恆久嘅。咁啊，須菩提就話咁咧，佛咧就講啦，佛就繼續講啦。須菩提，菩薩但應如所教住啊。佛就話：喂，須菩提啊，嗱，你要知道啊，菩薩咧係應該要咁樣，我哋咁樣教菩薩要住喺邊度？嗱，點樣啊？第一係應無所住，應無所住啊，行於布施啊。第二咧就係行六度嘅時候咧，係不住相布施嘅。佢係不住六境，佢唔會黏着色聲香味觸法去布施，去行六度嘅。第三就係菩薩個心係三輪體空嘅。嗱，如果能夠做到呢3點咧，就可以降伏煩惱。咁菩薩嘅菩提心咧，就唔會時有時冇，時強時弱，咁樣個菩薩嘅心咧，就能夠安住於菩提啦。嗱，菩薩咧係應該好似佛陀咁樣教導一樣，係要做到以上3點。第一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；第二係不住相布施，行六度嘅時候唔住喺六境，唔住喺色聲香味觸法嗰度，唔會黏着色聲香味觸法嘅。第三就要三輪體空。菩薩如果能夠做到以上3點咧，就能夠安住喺菩提心啦。咁跟住咧，
就道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見如來否？由呢一段開始呢，就屬於明心菩提。明心菩提係好長好長嘅。咁明心菩提啊，就係菩薩係親見，係正見法性，得到無生法忍，通達性空離相。呢個時候嘅菩薩呢，係見道㗎喇，已經見道，至到七地嘅菩薩。即係話佢由見道位一路至到七地嘅菩薩，就係屬於明心菩提呢個嘅情況啦。嗱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見如來否？咁呢，否也，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咁咧，佛就同須菩提講嘞，可以見到如來嘅32相嗎？咁須菩提就答：唔可以。否也，世尊，唔可以。點解啊？因為如來嘅身相就好似《心經》咁講嘛，係眼生時無來處，滅時無有去處。如是眼不實而生，生已盡滅噶嘛。即係話釋迦牟尼佛在世嘅時候嗰個身相係點啊？係由無限咁多因緣而生起噶嘛。生時啊無有來處，滅時就無有去處噶嘛。好啦，咁如是眼不實而生，如來嘅身相係不實而生嘅，係點樣生啊？係因緣而生，因緣而滅嘅，係生已盡滅嘅。嗰頭生呢，就嗰頭呢，就進入壞滅嘅狀態，轉變嘅狀態噶啦。所以如來嘅身上係緣生緣滅嘅，係因緣而生，因緣而滅嘅。因緣具足就生起，因緣離散就壞滅，係緣起嘅，係性空嘅，係無實自性嘅。係咪？如來喺佢在世嘅時候啊，釋迦牟尼佛佢嘅身上32相啊，就係咁樣噶啦，就係眼生時無來處，滅時無去處。如是眼不實而生，生已盡滅，就係咁嘅。嗱，跟住佛有再講咯，佛告須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佛呢就同須菩提講啊，佢話凡所有相，即係一切相，一切相即係一切法，由五蘊乃至一切法都係點啊？皆是虛妄。嗱，呢個虛妄啊，喺大般若經卷375啊嗰度有講嘅。佢話謂不見色，實有成就；不見受想行識，實有成就；不見色生色滅，不見色是增益門、損減門。不見有積集，不見有離散。如是觀色是虛妄，如是觀色是虛妄，不堅實，無自在。嗱，即係話，如果你觀見到以上啊，觀見就即係話喺禪定之中，正見一切法，色受想行識五蘊一切法，佢係冇實自性嘅。見到受想行識係冇實自性嘅，見到色
嘅生起係冇實質性嘅，見到色滅係冇實質性嘅，見到色嘅增益係冇實質性嘅，見到色嘅損減係冇實質性嘅，見到嗰啲法積集係冇實質性嘅，見到呢個離嗰啲法嘅離散係冇實質性嘅，咁就係觀見到正見到色係虛妄嘅。咁佛講佢話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咁頭先就解晒啦，即係話色嘅生起、色嘅壞滅、色嘅聚積聚、色嘅離散、色嘅生滅、垢淨增減，都係虛妄嘅，都係無實質性嘅，都係緣起嘅，都係性空嘅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如果正見到一切法，佢係好似頭先所講嘅，凡所有相都皆是虛妄，係無實質性嘅，則見如來，咁就見到如來嘅法身啦。你就見到如來啊，正見到如來所講嘅法性係點嘅，見到法一切法佢嘅本質，佢嘅本性係空寂嘅，係緣起嘅，係性空嘅，係無實質性嘅，係非有非無嘅。咁樣就見到如來所講嘅法啦。如果正見到如來所講嘅法啊，即係咩啊？即係正見諸法實相。正見到諸法實相咧，就見到啦，般若現前啦，嗰陣時就入見道位啦。嗱，跟住就再講啦喎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生實信否？須菩提就問佛咯喎，佢話有冇眾生啊？係啊，聽到咁樣嘅言說，咁樣嘅言語教示，咁樣嘅經典，能夠生實信嘅呢？嗱，實信呢就係淨信，就係四不壞淨，四不壞信。嗱，淨信呢係同般若相應嘅，證須陀洹果係證初果先至能夠證得嘅。如果未證須陀洹果，未證初果呢，係得唔到淨信嘅。嗱，所以大家呢做禪修嘅功夫呢係重要嘅，因為要喺禪修裏邊先能夠正見諸法實相，咁先至能夠證須陀洹果噶嘛。嗱，好啦，咁啊，即係話對佛法僧戒係能夠生起四種堅固嘅信心。嗱，喺僧團裏邊咧，係有42賢聖嘅，42賢聖嘅。咁賢咧就係乜嘢咧？就係以有漏智修善根嗰啲人咧，就稱為賢啦。咁既然係以有漏智修善根啊，呢啲賢人咧，佢能唔能夠證須陀洹果啊？佢未證須陀洹果，佢只係知嘅啫，佢只係知道佛法係點樣點樣，
佢係未證到嘅。咁呢啲嘅賢人咧，就係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嘅三種賢人啦。咁咧總共夾埋就30賢啦，係咪？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，三乘十咪30種賢啦。然後跟住就到十聖咯。十聖就唔同啦，以無漏智正見諸法實相嘅佛弟子咧，就稱為聖啦。咁十聖咧就即係十地菩薩，跟住仲有二聖係等覺妙覺嘅菩薩。咁夾埋先前嘅30個賢咧，就總共係42賢聖。咁要喺十地菩薩嗰度咧，先至能夠生實信嘅，生淨信嘅。咁須菩提所以問啦，佢話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即係聽咗《金剛經》之後，能夠生實信㗎。咁佛告須菩提啦，莫如是說，你唔好咁諗。你唔好咁諗，佛講佢話如來滅後500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嗱，佛就話俾須菩提聽啊，佢話如來滅後，即係如來入滅咯喎。入滅幾時入滅啊？如來係公元前544年，約嘅啫嚇，大約嘅啫嚇，約544年。咁佛入滅咧，就係呢個時間啦，係公元前544，約摸嘅咋嚇。你知道印度咧，當其時根本都冇文字嘅，咁所以咧冇呢個實定係544，係約嘅啫。咁佢話如來入滅之後，約如來入滅後500歲，咩叫做後500歲啊？係咁計嘅，係5個500年，5乘500年係咪2500年啊？係咪2500年啊？咁如來入滅，直至到我哋現在咧，就係後500歲嘅時期啦。咁呢個時期咧，呢2500年咧，係分咗3個時期嘅，分咗3個時代嘅，係正法時代、像法時代、末法時代。好啦，正法時代係幾時咧？就係佛入滅，就公元前500幾年啦。咁到公元500年，呢1000年咧，就叫做正法時代。咁呢個時期係解脫堅固嘅，係禪定堅固嘅，即係話啲修行人咧係有教嘅、有修嘅、有證嘅，佢哋係解脫堅固嘅，係禪定堅固嘅。咁然後跟住咧就到像法時代啦。像法時代咧就後嗰2個500年啦。咁即係話公元1500年，公元500年至到公元1000年，1500年公元500年至到公元1500年，呢段時間就叫做像法時代啦。咁呢個時期咧就係多聞堅固，造止堅固，即係話咧啲人咧係肯聽經嘅，又建造咗好多嘅寺廟嘅，咁等好多修行，等好多僧伽咧可以去入寺修行咁樣咯，入寺學經修行咁咯。咁好啦，咁呢個時期嘅修行人咧，佢係有教有修，不過冇正果嘅噃，冇正果嘅噃。好啦，
到咗公元1000到咗公元1500年，到現在啦嚇，到現在啦。公元1500年到現在公元2000幾年啦。咁呢段時間咧就叫做末法時代咯。咁佢係點啊？佢係鬥爭堅固嘅。咁即係話咧係點啊？嗰啲修行人咧係爭辯不休嘅，一味喺度拗，一味咧就係拗我嘅唯識宗咧最好，最殊勝嘅。我呢個如來藏嗰啲嘅修行人咧就我如來藏咧就係修行最殊勝嘅。咁你嗰啲般若中觀咧就一味係講呢個空嘅啫，仲要講畢竟空。咁咧就淨係得個空字，咁咧就係咧空空如也，冇乜嘢都收唔到，冇用嘅你個般若中觀咁一味喺度拗得個拗字。咁呢個時候嘅修行人咧，佢係有教嘅，不過係冇修嘅，係冇證嘅。咁呢個經咧就繼續講啦。佢話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，當知是人不於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。即係話有持戒修福者，咁啲佛弟子啦，咁咧於呢個章句能夠生堅固嘅信心，即係話讀咗心經、金剛經，咁咧佢咧就能夠生呢個堅固嘅信心，以此為實。當知是人，當知道呢個人咧，佢能夠生起堅固嘅信心，就係咁樣咧，就係修行咯。咁當知是人不於即係唔止於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噶啦，佢係已經係喺無量千萬佛，佢喺多生多世嘅修行裏邊，佢喺無量千萬佛嗰度已經係種下呢個善根噶啦，已經種落呢個好深嘅善根噶啦。咁咧佢就能夠喺呢個心經、金剛經嗰度咧，就能夠生到堅固嘅信心噶啦。持戒修福嘅人咧，佢係修五戒十善噶嘛，修37道品啦。每當起心動念嘅時候咧，都同五戒十善呢啲佛法係相應嘅。即係話佢已經係多聞熏習佛法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佢係已經深種善根噶啦。聞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淨信者，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，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。即係話如來即係話呢啲眾生咧，當佢聽咗心經、金剛經，佢就能夠生起淨信噶啦。咁就能夠同般若相應，同畢竟空相應噶咯噃。咁如來咧就知道佢哋，見到佢哋係咁樣咧，咁如來就一定會護念佢哋，護足佢哋，令到佢哋能夠得到無量嘅福德嘅。